宏富產業信託一直同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合作履行社會責任，尤其喺長者生活質素改善同埋青少年發展方面。過往透過唔同嘅合作項目，聯繫唔同嘅年代、唔同界別嘅社會人士，達至老幼共融。而今年已經係踏入第10年，亦再次感謝信義會喺今次推廣長者院餐文化嘅合作。喺網上盛行嘅年代，今次我哋同信義會一齊製作一個名為團圓主義 Think Soft 嘅 YouTube Channel， 藉此喺網上加強推廣長者院餐文化，提高長者嘅生活質素，聯繫家庭成員對生活不放棄嘅態度。今次過程之中，體驗到照顧者對長者嘅關懷，令長者喺晚年期間或者吞嚥有困難嘅人士都可以享受到美食，得到身心嘅健康。我喺度亦都好多謝信義會青少年拍攝團隊嘅熱誠參與，希望長者嘅院餐文化能夠得以持續發展，大家手牽手為社區盡一分力。多謝。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近年積極推動人本自立嘅照顧理念，讓長者可以喺以人為本嘅照顧環境裏邊更加自主咁生活。好開心我哋人本自立服務得到宏富產業信託積極嘅支持。由上年贊助我哋出咗一本團圓主義嘅院餐製作分享集，到今年又支持我哋推出團圓主義嘅 YouTube Channel， 希望將人本自立嘅照顧理念推廣到更加多俾人知道。好開心可以同老友記同埋商界一齊合作去拍嘢，我覺得係好難忘同埋非常之好嘅體驗嚟。好高興，好開心，識到好多朋友。